贵综合病院药剂内科医师施德恩表示，根据流行病学的研究，台湾慢性腰子病盛行率大约是11.9%，但知影家己有慢性腰子病却只有3.5%而已。为了早期找出慢性腰子病患者，医师呼吁有慢性腰子病高风险族群，包括糖尿病、高血压等三高的族群，或者是家族有腰子病史，应该早期诊断、早期治疗。台湾慢性肾脏病啊，在末期肾病变的部分，台湾是盛行率跟发生率都非常的高。那这些人呢，心血管疾病的发生跟死亡率呢，也都很高。所以呢，我们在慢性肾脏病的阶段呢，就应该要及早诊断、及早治疗。那因为慢性肾脏病呢，不是末期肾病变，也不等于要洗肾。那慢性肾脏病呢，在初期的时候，如果能够我们可以把它揪出来呢，那这时候肾脏的预后呢就会好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在早期的时候就揪出肾脏病。那揪出肾脏病的2大法宝呢，就是抽血跟验尿。那抽血包括我们可以得到肾丝球过滤率的指数，还有蛋白尿的指数。那配合这2个呢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肾功能的状态、肾脏病的分期跟预后。然后针对这个部分呢，我们再定治疗的方向跟目标。那哪些人需要做这些检查呢？就是慢性肾脏病的高风险族群。那包括我们常说的3高：糖尿病、高血压、高血脂，还有其他当然有一些常见的慢性的疾病，像是痛风啦、高尿酸血症啊、心血管疾病，还有一些年纪大的族群。那这些都是高风险族群，应该要做肾脏病的筛检。医师强调，慢性腰子病不一定是末期的腰子病变，嘛不一定需要洗腰子。慢性腰子病是会用的预防甲治疗。如果民众有慢性腰子病症状，包括泡泡尿、水肿、高血压、贫血、甲疲倦等，应该量早接受抽血甲验尿的检查，然后再依照慢性腰子病分期接受治疗，避免日后加上洗腰子的风险。台湾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